台南市政府携手申宝集团合作共建高龄友善城市，将伫咧南区新建一处长照机构，基地面积大约是660平，将会投入6亿新台币兴建。预计伫咧117年兴建完成。3日下晡伫咧永华市政中心举办签约仪式。造福更多的长者，我们是不是呢？再次掌声一起好吗？台南市政府跟申宝集团的合作，终于把这个土地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运用。也就是说，它设定地上权50年，那50年的期间，其实土地还是国家的。但是这个由申宝集团跟日本的元气集团合作来设立长照的这个中心。申宝集团也携手日本上大社会福祉法人，甲全国性综合健康养老集团、日本元气集团，成立申宝元气长照社团法人，以台南市作为出发点，共同推出新形态老龄照护中心。非常高兴的这一次能够跟台南市政府合作来建立这个有就是长照的设施。那更幸运的就是我们刚好也找到这个元气集团元气集团在日本已经经营50年，他们大概有1万床以上，所以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因为我们申宝，我们虽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可是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然后刚好这个政府有地，所以马上就决定下来。活化再税局限地国有地，建设成为新形态老龄照护中心，将提供日间照护、大数式的长照服务、福建资源、甲居家照护等多元化服务，不但会当照顾咱市长者，嘛会当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个签约的计划呢，是我们在南税山村就是以前我们财税局的一个宿舍那还是在国有地上的一个既有建物那因为年久失修，还有历经2次的地震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活化那也很高兴我们申宝集团的陈董事长呢愿意来做这个一个投资那投资的标的呢，就是要在这块土地上呢来新建一个93床的一个日照的一个长照机构。那我想呢，对于我们台南市即将迈入这个老年化社会的一个长照的需求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助那同时整个案子投资的金额也高达6亿，所以呢未来我相信也可以来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些就业的机会，还有繁荣的一个机会财税局表示，将会持续盘点现地的公有资产，并积极推动活化再利用，导入具有公共及公益性的设施，提升财产使用效率，创造和民众有感的公共服务，达到公共利益及资源有效运用的双重目标。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